国际狮子会透过社会局的牵线，伫第7专区主席吴英德的号召之下，募款20万，捐赠予台南市癫痫之友协会，目的就是要来推动台南市成为癫痫友善的社区。在今年会推动一个癫痫认证标章，在台南市，这是全台湾首创的一个标章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会了解到癫痫的朋友们平常到各县市出来，非常的受到一些阻碍，因为癫痫发作的时间不一定，所以呢，这个协会利用他们的一个机制来找到一些商家也好，企业界也好，甚至是交通运输各方面呢，他来培养他能够对癫痫的病友，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未来协会会透过教育讲座甲认证课程，互完成认证课程的店家得到认证标章，互癫痫的朋友清楚知影友善店家，嘛欢迎全台湾癫痫朋友来台南观光旅游，得到癫痫的知识、正确的认知。当发生癫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忙这样的癫痫？那让台南市成为一个大家感觉到很安心的一个城市。这样的一个善举，也是否能够抛砖引玉，让在当地或者全国，我们对癫痫的好伙伴、好朋友，大家能够去关心跟关怀照顾。协会嘛准备感谢真颁证予狮子会，感谢狮子会的善行。未来协会将会运用各界捐款的爱心，继续推动台南市成为癫痫友善的社区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